才能套用在所有人身上。赴约新闻引我上身，反而免费大小名声，道歉影片们手艺敢不敢分一成？喂，红也是红，演上也没用，会不会原谅风是跌得太轻松？红也是红，名气与虚荣，会不会最好的捷径其实是哗众取宠？把眼睛闭上算不算是种疯狂？是不是甚至要偷要抢也大压无伤？凭什么认为看黑暗的光彩更明亮？人性本恶，举报其实躲藏在所有人身上。赴约新闻引我上身，反而免费大小名声，道歉影片们手艺敢不敢回成？红也是红，演上也没用，会不会原谅讽刺给的太轻松？红也是红，名气与虚荣，会不会最好的捷径其实是哗众取宠？很多道歉都感觉很真诚，所以当作别个机会继续容忍。他所见是否为真，是否贪恋更深？